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初3公视台期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哈古比风台的强度流有加强，继续北西行，气象局讲风台的强度佫会愈增加。来关心立法委员受污洗案件，早起法官开始审问在押人员，蔡英文总统下晡宣布，总统府秘书长换李大为接任。早起，淡水边前总统甲台北市高文铁市长拢有去到李登辉前总统追思的会场，表示致意。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哪里两边拢有立法委员去牵涉到受人污洗这条案件。昨下晡总统府带苏家全秘书长因为伫啦苏进清立委已经去予检察官申请受押，甲蔡英文总统请示职务。头拄蔡总统亲身开记者会，宣布秘书长换前任驻美的代表李大为接任。蔡英文总统佫特别表示，白讲，若敢若想要升官发财，请你着行别条路。咱来听蔡总统上届新的谈话。我今天还要再讲一次，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我们执政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让台湾更好。法律是道德最后的底线。执政团队的成员如果违法，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就算没有违法，并不代表不会影响社会的观感，不会伤害人民对政治的信任。因此，我要请所有执政团队的同仁务必要深自警惕。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宣布，新任总统府的秘书长将由李大为担任。那么这一次邀请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主要是要借重他在国际事务以及丰富的政务经验。秘书长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李前总统的治丧事宜。今天上午，我已经指派赖清德副总统等32位代表担任治丧大员。目前，检察官已经甲法院请求受押立委苏进清、廖国栋、陈超明、赵正武，还有时代力量的徐永明主席等等。其中，赵正武立委赃案已经100万交保，不过伊办公室的主任是裁定受押。自早起9点起，这个在押的人员一直开始接受审问了。无党籍立委赵正武离开的时阵，拢无回答问题。北检侦办立委集体收钱案，台北第二催立案有令赵正武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加大沽。检方提即时控告，伊办公室主任林家琪是羁押禁见。检方找伊先押禁见10个人，除了赵正武甲林家琪，其他8人自今仔日早起9点开始接受审问，决定是毋是采押。一开始是民进党籍立委苏进清办公室主任吴夏强加苏进清，搁来是国民党籍的廖国栋办公室主任丁富华加廖国栋。因为这场羁押庭的时间真长，所以太平洋流通公司前董事长李庆良的司机也给伊送药来。因为这个是一定要吃的药，没有吃不行。吃10几年，大概吃十几年了。换肾，你先换过肾，所以说他肾脏这个药一定要吃的。代志愈搞愈大，其中苏进清是现任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孙仔，身份较敏感。苏家全伫出嚟的发事实声明，讲伫最近一直遭到恶意伴乌，互人讲利用这款包庇家族协力，以备守护家己的清白，对造成蔡总统的困扰也真歹势。对此，总统尊重并且准时，秘书长由副秘书长刘建钦讲台。苏家全秘书长为了不让蔡总统和民进党困扰，而辞去秘书长，也宣示他守护他的清白的决心。对南亚立委廖国栋、陈超明涉贪，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马路南补选也做出回应。国民党绝对不能够接受有任何的国会议员、任何的从政同志收贿的事情。决策委员这边是不会处理到党员身份的这个部分。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就职务的部分先做停职跟代理的动作。时代力量伫咧过去拢是拍北岸反贪腐，这边党主席徐永明涉贪，对时代力量的形象影响真大。时代力量将徐永明职务提掉，刘伟区显地接代理党主席，也讲专案依照党内程序送纪律委员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若要插公共事务，有影清白是第二性命。早起台北地方法院也已经咧审问民进党的苏进清立委。昨暗民进党中央的廉政委员会也决议讲，若是法院裁决收押，就会即时甲苏进清停权。国民党这边立法院党团的总召集人林维洲委员也是讲，当然廖国栋、陈超明这两个立委确定收押者，上届无也是会先停权。社乡收钱，真侪个立委互检调升压。无党籍的赵振宇2号暗时大声以100万交保，一透早到伊服务处去问，人员拢真低调。我以为今天会来吗？是啊。我想要昨天交保了。台北地方法院早起9点，针对民进党立委苏进清甲伊办公室主任于学阳，佮有国民党立委廖国栋甲伊办公室的主任丁富华等4个人召开羁押庭，按算上紧下晡会有结果。民进党廉政委员会2号暗时决议，若是法院裁定羁押，会以停权来处分。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林维洲嘛强调，标准会比规定更加严格。如果裁定确定声押，就会最少停权的处分，标准比规定的更严。好，这个没有空间了，毫无空间了，这个不能容忍啊！就是说，任何个别委员利用职权，如果是谋取个人的利益，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对党内的立委涉嫌食钱，若是有证据，哪里拢会祭出党法。根据监察院的财产申报显示，涉嫌的立委其实拢真有财力。苏进清的不动产有12笔，有存款7528万，有价证券173万，债务有2亿。廖国栋有22条的不动产，296万的存款，4000万的债务。陈超明是登录45笔不动产，存款130万，债务1637万。赵振宇的不动产有12笔，2329万的存款，徐永明是有5条不动产，存款是523万，债务是有15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风台的消息，中央气象局已经发布轻度的风台阿古比的海上警报。早起风台的强度留有搁加强，继续按北西行，对咱台湾北边的海面去。台东往回绿岛和南屿的船班也照拢取消，但有超过6000人留伫外岛。气象局嘛讲，阿古比的强度还佫会加强，桃园以北的民众都要真注意。一透早绿岛还未开始落大雨，会当小可看到蓝天。不过手机啊翕在画面，明显会当听到风声有够大。路上的游客是无算真多。受到轻度风台哈格比外围环流影响，今仔往回绿岛甲南屿的船班，佮有后壁湖往回南屿的船班全部取消。造成旅客留伫绿岛有4863人，留伫南屿有1632人，总共超过6000人。绿岛今天的风浪很大，港水那边船只无法进出，所以今天船只全部停航。要来绿岛的旅客可能要改搭明天的船，看明天的天气而定。哈格比风台今仔日时上接近台湾，气象局继续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下晝11點半，伊的中心位置離基隆東北東風大約15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東北北西來刷動。伊的暴風區下晝已經進入台灣東北部，佮有北部的海面，東半部基隆北海岸、恆春半島，佮有澎湖、馬祖，攏有長影會發生。桃園以北甲部分外島，嘛會出現9級左右的強陣風。氣象局提醒各地要嚴防大雨。我们预期在今天傍晚之后，哈格比台风呢，它的暴风圈就会逐渐远离台湾本岛。台湾现在在北部比较北台湾的区域是持续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是不是有可能针对哈格比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气象局表示，有估嘛是以海警为主，但是根据上升监测状况对外说明，另外北台湾会陆续出现短暂的大雨，西南部海面是受到云系刷入的影响，无可能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东南部的话是要注意有风风的出现，提醒农民注意。记者林明曾志成综合报道。过来讲南投山区，这阵啊定拢咧落雷公雨。顶礼拜3、7月29，民间遮一个农民想讲天只乌阴尔，趁雨袂落，紧使铁牛啊小勒一个残呢，结果去互雷公卡一个，煞救无转来。气象专家又原是要特别提醒讲，雷公雨若咧落，咱也是都要留点室内较安全。
救护车赶到意外现场，赶紧把已经无喘气、心跳的伤者送医急救。顶个月29号下晡将近4点，南投民间山区这个田园有单位讲，直接讲到当时当咧田内底做事的酒是男子。就通报后，就立即出动91出发到现场。那到达现场后，发现那个民众将那个被雷击的病患那个弄到旁边平坦处再实施CPR。电击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刚好就是对面那一个住家刚好有看到闪电，看到哥哥当场晕下去，对，然后他就马上进去叫人，马上过来救哥哥。就是男子被送医急救，一度恢复心跳，但是经过2天的抢救，最后嘛是救袂回来。家属表示，29号当天下晡，民间山区的气候无好，死者趁还袂落雨，开体有芳残。但是厝边听到一声真大声，又看到死人讲到田园，出门查看，发现死者已经倒伫咧田内底，而且身躯有几啊位臭灰焦。立华潭气象站表示，单位讲的时阵无一定有雨势，民众要特别注意。7月29日下午，由于午后对流发展非常旺盛，在南投民间竹山一带有非常强的回波以及雷雨暴的发生。气象站嘛提醒，雷雨发生的时阵，民众爱避免到雨外空旷的地区。如果听到单位讲，也是看到死人的时阵，爱赶紧避离去厝内底，莫伫雨外操作机具，也是压雨伞，避免发生单位讲到人的意外。记者南投综合报道。今日早起虽然风渐透、雨渐猛，不过李登辉前总统追思的会场，同款也是有真侪政治界要人去遐致意。陈水扁前总统就亲笔字写落台湾民主之父精神忠纯这10字，表示心意。台北市柯文哲市长是赞扬李前总统，讲伊推动廉政的革命，才有法度，让台湾无声流得血，就行入民主的时代。拄着关来到前总统李登辉追思会场，要甲李登辉就比较感情的前总统陈水扁，一透早5点就起床，亲自到台北宾馆悼念。陈水扁表示，虽然甲李前总统属于无共党派，也毋过对国家认同、甲台湾民主的侵犯，两个人拢无混血水。随后，伊也伫纸条写台湾民主之父精神忠纯。我们有过竞争。矛盾，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契合跟共识。以前总统的不幸过世，让我彻夜难眠。拄啊听过民众党灭党危机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伫党员大会上致敬李登辉。强调需要展开第2波廉政革命。一透早，伊也到台北宾馆致意，并且学了李前总统是一个勇敢有智慧的人。上大贡献就是伫透过廉政革命，带领台湾走向民主转型。那个韩国你知道，光州事件还有那个学生示威游行是丢汽油弹的。台湾虽然还是有示威的还是有一些事情，但是相对来讲。台湾的民主转型是成本最低，人家说它是一个零件革命。找炕上穿着困衫并且呈现疲劳的李登辉合照的相片来追思，被网友批评无尊敬。国民体会上无论做啥物拢会被攻击，家己对得起良心就好。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嘛同齐到场追思。President Lee is a great hero of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nd we honor his legacy by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based on our shared democratic values. 吴钊燮感念李前总统改变台湾的外交形态，让台湾伫国际有更较侪朋友，另外包括前副总统萧万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内政部长徐国勇等人，也拢伫早起前往悼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国海事局针对因国内出港行海面的船只，发布上届新的检验技术规定，内容所将台湾海峡和台湾东方50海里，拢画作是近海航行区的范围在内。但军事专家就分析讲，这就是中国咧食咱主权方面的豆腐。不过国际法的学者嘛表示，讲哪咧讲，中国的警察要哪有可能真实入来咱的领海执法的？
中国海事局最近发布2020上新版的国内航行海巡法定检阅技术规则，8月生效。公告指出，是为着加强船长20公尺以上海巡的检验。毋过，前海军官校教官吕律师目睭近来发现讲，海事局这项上新的规则，表面上是保障海上的安全，所甲台湾海峡甲台湾东方50海里划入去中国的近海区。反倒讲，中国的海警会趁机会下过海峡中线来执法。我认为这个是在政治上，在对台湾做一个口头上的一个算吃豆腐的动作哈，对台打一个法律战，透过政治这个等于说宣示台湾还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比较明显哈。军事专家认为讲，中国海事局甲台湾海峡甲台湾东部海峡50海里划入去中国近海航区，是在进行政治宣示，对台湾来做法律战，那像中国过去对南海所采取的扑袭行动，想要来制造冲突。毋过，军事专家甲国际法的学者拢认为讲，中国海警实际上要入来台湾领海执法有困难，台湾嘛未承认。因为他不可能越过海峡中线来管辖到我们台湾这边，或者是说在台湾的东部海域，中国海事跟中国海警不一样，船运的包含船舶的安全结构，那跟维权的中国海警是不太一样的。国际法专家林天辉指出，中国海事局的权责干那维护海上的交通、船只的安全规则，中国海警队嘛无属于海事局的管辖，这项规则袂影响领海的主权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这个礼拜四南韩因为哈克比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中部和北部拢落大雨。有的地头1点钟内雨水量达到200米米。目前所在已经有6个民众死亡，7个失踪。错路的溪水甲路拢冲破一半，另外这边民众出门前的车路煞变做溪。受到哈克比风台影响，南韩中部自拜六开始雨变大，有一寡所在是雨量超过200毫米，淹水山崩土石流情形一直出现。有消防人员伫抢救时阵，互大水冲走，也有人互土石台掉的死亡。交通也大乱，火车中北线加太北线全部停驶，岭东线加连接首尔的中央线部分停驶。高速公路真侪所在禁止通行。南韩行政部门昨日早起开紧急会议，紧急疏散400人。首尔的情形也真惨，昨日地铁站外口淹水淹到敢若鼻啊，江南地区情形也同款。气象厅警告，雨会落到拜二，首尔有可能出现1点钟100到200毫米的雨量。另外，伫美国南加州是发生大火，演示请到天冷起日，洛杉矶东部樱桃国，伫当地时间31下昼5点，就那开始导火，烧的面积自原本700英亩扩大到2万英亩，面积差不多310座大安森林公园。目前差不多有2500户8000位居民撤离。消防部门出动6台直升机、上100台消防车，验过火敢若拢无变碎，好加在无人员伤亡，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目前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1800万宗，染病过往的人数也将近69万。尤其菲律宾因为病情搁再摊开，但首都市边对明仔载开始又搁要实施封城。印度这边当时连内政部长也确定染病，搁有目前全世界病情咧摊排第5严重的南非这国，染病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澳洲人口第2济维多利亚省，初三上新一波封城令的头一天，街仔路是冷冷清清，因为这个省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一直在升悬。当地政府初二宣布因进入灾难状态，一直到9月13，首尔墨尔本逐天暗时8点到过灯天透早5点实施宵禁，民众活动的范围、买物件还有运动的时间嘛受到严格限制。You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leave home or go any further away from your home than a 5-kilometre radius. 也若菲律宾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初二阁创下高一日的纪录5032例，嘛，互确诊的总数超过10万人，超过2000人死亡。总统杜特地宣布，为初四开始，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附近的5个省，会重新阁实施严格封城令，一直到8月18。马尼拉的部分公司甲大众运输系统拢会关起来。菲律宾疫情真严重的程度是伫咧东南亚排第2，敢若比印尼还阁较少。这个国的医疗人员的压力嘛是愈来愈大。I fully understand why your health workers would like to ask for such a timeout period. 咱目前全球疫情第3严重的印度，总确诊人数要到176万人。
英国55岁内政部长夏哈嘛伫咧初二宣布确诊，已经接受医生的建议住院治疗。夏哈是印度总理莫迪的亲信甲助手，嘛是目前印度上高层的官级去互画到的。内政部也搁伫咧确认夏哈上尾一届甲莫迪见面的时间。也那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因的总理霍蒂嘛伫咧初二宣布确诊，会伫咧处理隔离2礼拜。因目前有9000例确诊。也那全球疫情第5严重的南非，初二佫增加超过1万例确诊，嘛有因确诊的人数超过50万。南非已经是非洲大陆疫情上严重的所在，占非洲54国整体确诊的病例超过一半。按算确诊的人数，真紧就会达到100万例。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治疗武汉肺炎重症的特效药 Remdesivir 7月底就有1000份的进口来台湾。不过，当因为世界各国烧钱买，咱国内敢若剩54个病人有通够用的存粮，但医学界也真烦恼。较早美国的科学家何大一当宣布讲，已经找出武汉肺炎病毒的抗体，竟正明年春天就会当开始应用了。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累计达到475例，目前也有26例住院隔离治疗当中。不过，所传出治疗武汉肺炎的药瑞德西韦无法度如期进口入来台湾，国内库存的量敢若剩54人份。医界烦恼讲，安尼恐惊真歹应付国内秋冬第2波的疫情。你平常还是要培养国内的生物科技的能量嘛？那你真的碰到事情才有办法有这些能量来因应嘛？瑞德西韦的总公司呢，台湾分公司正在跟国际的基利的总公司争取到的数量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制造厂呢，就会跟我们通报。食药署表示，原本按算有1000人次瑞德西韦药要入来台湾，不过因为各国抢咧买，加上美国6月底下订单，要求50万剂，等于是甲药厂3个月产量包起来。目前台湾还搁伫咧拍拼争取当中。不过另外一方面，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研究团队顶一日宣布讲，已经成功找到对抗新冠病毒单株抗体，而且这个抗体是比任何治疗药还搁较有效。From 5 patients who were infected, we were able to obtain a very large number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directed to the virus. 何大一强调讲，这项抗体只要一剂，就会当维持3个月至6个月的效果，而且一剂只要50块的美金。按算今年10月份展开人体的实验，上紧明年第1季就有机会用会到。不过专家嘛提醒讲，新冠病毒未消失，就亲像流感同款的烦恼阁出现。伫疫苗上市进前，也是爱接洗手、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落实防疫新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医学专家嘛真拍拼，来讲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家，他针对脑部的 MRI 核磁共振医疗翕影像的技术，新开发出全台湾头一套改良甲镜头会当吊真近、相片翕甲真幼的系统，这会当让医师更加了解人体脑神经细胞复杂的结构，对临床诊断是真有帮助。这项进展嘛已经发布伫咧国际出名医学期刊顶头了。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高龄人口增加、经济形态改变、甲精神压力增加等等的因素，脑神经甲精神疾病的流行率是逐年拢伫增加。目前伫咧国内，超每10个人就1个人受到精神相关疾病的困扰。国卫院研发出全台湾第1套坐笑度脑专用的磁振造影系统，互破病的人也是大大小小动物都会当进行脑部扫描。那它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高解析度的脑部的连结体的影像。我们这个技术可以重建大脑的脑连结体和白质的神经束，那有助于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早期的诊断和评估。研究团队表示，这是一套由台湾人家己做甲整合的高强度磁振造影系统，是利用扩散磁振造影的技术，侦测脑内髓分子的倾向、甲神经纤维结构甲方向。特点伫咧坐笑度甲高解析的扫描能力，而且系统还有配高强度的推行线箍，程式都会当达到几十到几百毫米的等级，比即马国病医所进口来使用的磁振造影系统。更加会当摕到高解析度的脑连结体影像，检查时间嘛变短啊。它有非常强的梯度线圈，那这的确是有别于现在临床上的所有的系统，因为临床上的系统它的梯度的强度只有我们的大概1/3到1/2之间，所以这个强度会影响到我们影像的解析度跟品质。
研究团队表示，目前这套系统搁伫咧同步验证的阶段，已经小连续完成10几件影像研究案。伫咧完成安全性的研究了后，会当投入去临床来使用。未来会当透过这套系统平台，找到甲各种神经也是精神疾病相关的连接体无正常，针对脑神经的疾病、神经退化性疾病也是精神疾病的诊断甲治疗，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前线上届新的消息。中华航空4、5月这项的营业收入，逐年拢有甲8、90亿，不过今年煞才剩4亿尔。但华航公司这边面嘛宣布讲，新进的员工目前会先采用录取，8日才阁安排报到的办法。因过若人员服务无甲3天，就自称离职，要赔偿30万的违约金。这条咱嘛开放免赔，尤其这连地勤的人员嘛包含在内。受到疫情的冲击，华航伫今年5月初一开始，国内员工减薪减班，不过对疫情等候，就伫咧7月中提早结束。但是华航的营收报表也是无较好。顶日股东会公布财报，华航客运航班执行率敢若剩3%至4%，4月份至5月份的客运营收嘛，拄过去的80亿至90亿，减价敢若剩4亿，无法度开源，敢若会当节流。华航最近公布人事新措施，声明阁强调讲，若是地勤甲空服人员有个人职业的规划，想要转换跑道的员工，会当免赔偿还未到保证服务年限的违约金。客运需求完全停摆的情况下，既有的人力就已经造成公司很大的负担，还没有聘进来的组员完全的禁用，就会更加重公司的负担。航法协会执行长表示，其实各航空业且空服员拢有定上加服务年限的规定，其中华航拄适用合格到正式聘用，尚无需要服务3天，若无就要赔违约金。不过即个提出春秋调整的措施，创有这项规定以来头一个，而且地勤嘛适用，因为边境管制，客运量能减少。过去一只飞轮机需要有4个至6个空服员，不过即马客运全货运，空服员的配置敢若需要2个，人力需求减少，空服员平均一个月敢若飞1班至2班。如果不到飞行时数60小时的话，就约领底薪3万块。那因为在2016年在华航罢工的时候，华航的空服员的招募的人数就比其他家长荣还要多很多，刚好也做部分的瘦身。华航目前空服人力超3、4千人的规模，人事成本真大。航法协会表示，这个措施除了互想要离职的人会当离开，嘛希望进一步减人力，降低营运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新主委陈耀祥上任。陈主委表示讲，此期会继续推动修改广电3法，尽量加强有线电视台评鉴的制度，改善目前媒体的生态。学者嘛分析讲 ，NCC 一来爱面对互因发上忝的中天新闻台，接照敢会当通过换新的难题。二来嘛，就要积极推动立法，提防媒体互人孤人占去的问题。初三早起 ，NCC 举行新任主委报答典礼。去年接任代理主委的光华学者陈耀祥正式接任主委职务，并且宣示 NCC 将调整有线电视的监律法规，修正广电3法。在我们有线电视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新的挑战包括各种所谓频道上下架的问题包括各种所谓的分组付费，还有所谓的各种所谓的垄断的问题，希望我们为了 NCC 的同仁，大家共同打拼。中天新闻台自2018年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到立选前的时阵，就以大篇幅单一报道韩国瑜引起争议。去年6月，时代力量也搁号召反红媒游行。为2019到2020年的2月 ，NCC 对中天新闻累计开发743班。今年底，中天新闻将搁面对6年一度的换照申请 ，NCC 敢会准，真受到关注。上一次评鉴的表现是很不好，承诺的一些事项都没有履行，包括像他自己承诺说要设立独立审查人，可是都没有，一直到这个上次选举之后被大家关注了之后，他才赶快去设。团部学者表示，究竟有线电视台换照是内线公司，只是中天新闻的争议大，所以受到关注。学者认为 ，NCC 未来也应该积极推动媒体垄断防治甲多元维护法，简单叫做媒多法的草案，来保障新闻专业自主多元文化发展。若讲媒体并购争议个发生，才会当靠这部法案规范媒体垄断。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关心国地头地方的消息。来讲叶红仔机讲起来是不止啊时行，大家小项加减拢有底看。啊，不过高雄市政竟然有叶红仔机的机台内底放活的英高鸟仔囝咧防叶。但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就表示讲，安尼是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相当会当判监2年的有期徒。当然，民众用叶仔去伤到机台内底的鸟仔囝，嘛同款就爱处分。小英哥咪伫边啊，毋过伊头壳顶的叶仔一直挖紧，无路通摕小英哥。等次想要飞出机台，却飞袂出去，翕影片的民众佫一直笑。叫红仔机台竟然有活的英哥，佫一直互人夹，离谱的行为引起公愤，互民众囥上网络，批评机台主虐待动物，呼吁民众注意身躯边的叶红仔机台是毋是有活体动物，赶紧检举。看了会不舒服，而且是虐待动物吧，因为很残忍啊。毋过是这卡机台主的电话无得到回应，高雄市动保处表示，目前还未接到民众的检举。毋过机台业者行为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相当会当处2年的徒刑，并可罚金。违反动保法第6条，就是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然后同时，如果说这只鹦鹉在里面，如果说受到所谓的严重的伤残的话，我们最高会依动保法第25条，会移送法院来侦办。你说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万至200万的罚金。离婚过一站的叶红仔机，过去某业者坑过细只的龙虾，引起争议。经济部伫2018年5月已经规范禁止坑活体的生物，毋过也是有民众只为着一时的趣味，涉嫌虐待动物。动保处嘛提醒，叶红仔机坑活体的生物，不只是业者受罚，动手去业的消费者，若造成动物受伤，嘛会依上法办。记者李小燕、陈汉坤高雄报道。镜头所来北部来讲，桃园市一片占地将近2甲栋，投资1亿4千几万落去建设的全台湾头一片裸产的生态公园，因为人气实在伤过好，才开幕10日尔，公园内头一寡设施拢去互民众破坏去。工务局嘛宣布要封园规工啊，赶紧落去改善甲补强。位于大稻红园进行设施改善的过时，这个位于桃园占地1.8公顷、开1.4亿的全台头一座裸产生态公园，因为人气伤好，游客伤济，启用10天，市府工务局的紧急封园改善到8月初4。因为妈妈说这里还蛮好玩的，所以我们就来了。梯田比较特别，也适合这老年人啊、年轻的啦。人潮太多了草皮很多都已经踩坏掉了，还有一些设施有点损坏，所以要维修。网络的介绍之下，裸产公园涌入的游客伤济，部分设施遭到损害。工务局表示，原本铺石仔的景观水道意外变成囡仔生水池，有的囡仔会掠去石头，乌白乱黑，所以决定全面重铺。改做固定石仔设计。头家就讲啥，即马创安尼较袂叫入去啊，无迄囡仔一直啊。定义上是说做一般的景观水道，民众就把它当作戏水池所以为了让民众的安全我们在戏水道的部分我们在下面以狮子处理也让小朋友玩得更安心、更安全。工务局表示，封园也将设计天然阻塞，避免民众打着草皮。另外，也新增加游乐设施标示牌。4块位停车格维设等改善工程，预计初5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风景区，大陆国家公园的山岳吊桥也是投资上亿，经过将近3年的建设才完成，按算8月12就要正式开放。因为这座铁线桥长度、宽度拢赢人真济，还有日本时代就已经改建过3摆，讲起来是特别有历史意义。这个下伫部落湾塔山、甲三角锥山的吊桥，都是泰鲁阁国家公园上新的景点——山岳吊桥。伊有196公尺长，吊伫咧日雾溪顶悬153公尺的所在，用更固的结构，还有风洞的设计，行咧顶悬袂海来海去，还佫会当看到远远的坠落吊桥，风景是真好。很漂亮，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俯瞰度的视野比走追入吊桥的视野还要漂亮，感觉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想象的晃，以为会有一些害怕的感觉，但是完全没有。山岳吊桥上早是伫咧1914年起的，经过泰鲁阁战争、日本时代了后，要经过3届的改建，不过上尾一届因为炸山桥墩歹去，才无阁修理。4年前，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决定重建，经过2年9个月的时间，主体工程伫咧2019年完工，通过安全测试才开放。
今年的8月12号会先试营运。那营运期间，为了安全的因素，我们采取预约解说的一个制度。那这个系统也预计于8月7号会上线。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强调讲，3月吊桥逐天的开放时间是早起9点、11点，下晡1点半到3点半，一场限制200个人。导览的时间是45分钟，用上网注文的方式。咱若未来会开放予民间经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来看外岛海边的养殖业者，定拢会运用大粒搁圆的玻璃笼落去饲蚵仔，不过这也会造成环境的负担。来讲，金门县平均测一年都20-30吨这款玻璃笼的粪扫。东澳科技公司已经开发出会当分解玻璃笼的机械，尤其分解出来的成分，搁会当用来生产电脑用品，有影是大家循环经济的用途。甲都位沙煲拼回来玻璃笼，放入去这台机台内面，玻璃笼随着分解啊。这是科技公司专门研发，会晓先甲玻璃笼加好脆，过20节，然后再个分解溶解的机台。利用溶剂呢来把这个海贝的这个保利龙把它有效的把它的体积减少90%以上。那减少体积对我们来讲是说，我们可以帮助离岛运回这个本岛处理的这个运费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中国福建沿海和金门外海的养殖业者，常常利用这种大型发泡的玻璃笼来饲蚵仔，但这种玻璃笼也正做是海洋废弃物，因为无法度回收，转掉伫咧海波。金门县平均一年就有20-30吨的玻璃笼，即阵有这台分解机，金门县估计2年内就会使消透这5年所累积的玻璃笼数量。因为现在野蛮场已经囤积了差不多100吨的保利龙，所以我们会优先把这个囤积的保利龙做一个处理，所以呢，1吨的同时可以溶解大概将近700公斤的保利龙。未来县政府拍算要配合拼海波的活动，把这台机器塞去海波边啊，随伫咧现场分解，再搁甲分解了后的溶剂送去工厂，造成电脑的冒数和起步，减少环境负担，也创造循环经济。记者综合报道。讲农业、说农业，咱台湾种兰花的技术嘛闻名全世界。屏东科技大学已经替对外国来台湾读书的青年人安排去兰花栽仔场参观，望讲让这些海外学生了解台湾进步农业的技术，无定未来也有机会当推动国际间的交流。蝴蝶兰的那个花梗的生长点。这款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伫咧屏东科技大学的安排之下，来到潮州的兰花育苗场，对公司的营运、培苗技术、外销通路，拢有专人解说，可以当实际体验。互有心想要做兰花业的同学，会使学到真多。管好气温哦，然后还有它要植物所需要吃的什么营养那些哦。台湾相对来讲，就是农业这一块技术方面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们马来西亚其实蛮多学生都想要来学相关的技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配合农委会的一个侨生的职涯探索计划，带他们去参观很多台湾非常顶尖的农业。国内的兰花业者表示，目前兰花产业还未进军马来西亚市场，透过和这个学生的互动。我得靠未来双方有合作的机会。公司也最近也发现，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好像也算是一个还未开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希望这次跟学生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让他们了解我们台湾这个蝴蝶兰。配合政府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每年拢会办理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安排海外学生来台湾读册实习。希望这群校友学生回国了后，唔但会使甲学到的农业技术甲发扬光大，也是国民外交上好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讲熬实在是台湾人咧熬。今年17岁王冠华同学自细汉，伊就真爱贴插夹仔、做电子零件，对工业科真有兴趣。去年伊报名劳动部举办的太阳能供电技术应用班，经过半年的训练，顺利考调太阳能供电设计1级，就是第2坎的证照。这也是全台湾目前上届少年的1级技术士。不管是说太阳能板、航港，也是配线，拢可以袂倒。伊是今年才17岁，成功大学附设高工资讯科2年的学生王冠华，前1摆才拄考到太阳光电设计1级技术士的证照。辛苦了，甚至我看到机器在运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王冠华自细汉就爱贴茶角啊、升机器人、也斗电子产品，伊对工业科一向真有兴趣。去年王冠华参加劳动部办的太阳能光电技术应用班，训练半年了后，顺利考到1级技术师证照。王冠华在班上唔惊失败，过来学习，老师对伊的印象真深。一般人比起来，他是花了更多心思来做这些事情，去做理解。那他这一次考证照的状况也是全部表现最优良的，也是时间最快完成的。加考一张证照，对职业学校的学生未来要找头路加减有帮助。王冠华讲，摕到人生头一张证照，正做全台湾上少年的技术师，这只是头一步。过来要继续精进，累积专业能力，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云林口湖牵水庄，2010年就已经指定做国家重要的民俗。今年是牵水庄175周年，在庄的万善爷庙啊，隆重办理追思活动和祭典的仪式。望讲经过发挥超度的用意，会当互你下辈了解讲，过去先民遭遇天灾百变迄款的辛苦。一只搁一只的摆仔含船，准备要出海放水灯。毋望甲百外当前，云林口湖地区，互大水淹死的祖先亡魂，甲引转来。咱即个先人，伊会要来得庄，伊当然伊会分别会护驾伫伊身躯的，安尼了后，伊就会带动即个起教。伊每一支发起来，一定爱入来咱本庙按道前报道，所以最后有一支就是爱去点庄，点好了后再来倒庄，再走下尾。再来下土。口湖牵水庄是伫每一年旧历的6月初7和初8，在地人会做西公请师傅念经，伫路边摆几啊公里长的水庄，刷落来起庄、牵庄、倒庄和烧庄，一切拢是要做亡魂通量早转世。其实那一次的水灾啊，是从我们云林县的浊水溪以南，然后呢，从那个屏东县的东港以北啊，都有发现那个尸体。因为那个时候的户口啊，登记应该无很确实的，其实死的人应该唔那遐多哦。我拄则讲的，历史上伊是甲登记讲有3000几个啊。民间传说，原本做大水淹死3000外人，却因为清朝道光皇帝数万善东归封号，后来才个发生瘟疫死7000人。后代人为着要超度这寡受水的已死的先祖，转遵照民俗做牵水庄的科仪。到今已经有175年的历史。全台湾的规模上大，就是口湖这个牵水庄，所以呢，伊有一个地方性，这款的这个牵水庄的仪式呢，拢已经要消失啦。所以呢，伊符合着咱文化资产登录的一个基准，就是讲，伊有迄个代表性，有地方性，佮有历史性，所以呢，伊会去国家指定做无形的这个文化资产。云林沿海地区因为地势低，百外当前的水压，互侪侪先民失去性命。后代子孙专以传统的科技甲因超度，这毋干那是要感念先人，也是要提醒大家，平常时就要注意天灾地变，较袂造成危险。记者李定、林坤明云林报道。讲起来，英国台湾的民俗和传统戏剧是里饭饼饭里互相真有牵连。云林西的正兴歌戏班，这就是县内头一个社区的歌戏班。来讲戏班的学员，因对唱念、脚步、手路种种，实在拢真讲究。前一阵才伫社区大学发表这学期成果的表演，尤其这演员嘛讲，望少年辈会当加讲台语，安尼生未来歌戏才袂无人看，无观众来支持。声音大白，唱调爱抓好准，长音也爱长了水开。这寡眉眉角角对云林县西里镇正兴歌戏班的学员来讲，拢是平常时演练的重点。就连脚步手路拢爱调，就会使知影正兴歌戏班的学员对这次要伫咧平原社区大学举办的成果发表会演出有寡尔注重。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歌仔戏，喜欢看杨丽花的歌仔戏，像他们的服装、戏服，还有头套，还有他们的身段，他们的歌声非常让我着迷。
进行歌戏班是婚姻馆头一个社区的歌戏班，为着保存台湾传统戏曲的文化，进行社区利用文教基金会和边缘社区大学不垃圾歌戏的指导老师也帮戏剧内底劝人卖做歹代的故事，会当代代传。有这个中孝节义传，还有一个因果循环，冤冤相报。也许的有的人就较唔敢去做歹代志啦。歌戏的艺术深入社区，和社区的这个歌戏观众会愈多，然后咱会把这个种子播下去。就是要向下扎根啦，不过，指导老师认为，即马真侪国中和国校的学生囡仔已经无啥会晓讲台语，听有的人也愈来愈少。因希望台语会使透过戏剧保存，也望生活中继续有使用台语的环境，安尼歌戏班费心神演出的成果，才通有观众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世界的新时代，来讲美国民间一个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5月底发射载人太空船，完成2个月太空任务了后，伫咧美国东部的时间8月初2下晡降落墨西哥湾的海底。这嘛是美国的太空人45天来头一摆踮伫咧海面降落。Splashdown. As you can see on your screen, we have visual confirmation for splashdown. 载2个太空人的 SpaceX 飞龙号顺利歇伫咧墨西哥湾，美国航太总署办公室澎仔声是拍甲真响。飞龙号2个太空人初一结束64天的任务，离开国际太空站，经过21点钟的飞行，伫美东时间初2下晡2点48分降落伫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外海。这是商务用太空船头一届成功发射，而且成功搁倒来地球。美国总统川普嘛连续发2条的普文，恭喜因任务成功。Today we really made history. We are entering a new era of human spaceflight. 5月30日，伫 NASA 港内伫太空中心 SpaceX 火箭猎鹰9号载2个 NASA 的太空人的飞龙号发射升空，这是2011年以来头一届有载人的太空船伫咧美国本土发射，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的2个太空人，搁有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拢真欢喜。You know, I'm not very religious, but I prayed for this one. This has been quite an odyssey the last 5, 6, 7, 8 years. 5 years since Bob and I started working on this program. And to be where we are now, the first crewed flight of Dragon is just unbelievable. 2014年 ，NASA 以80亿的美金，差不多是2400亿的代票，委托 SpaceX 甲波音公司打造太空船，送太空人往回太空站。这届飞龙号成功降落，嘛代表太空旅行的愿望就要变做真实的。SpaceX 后个月会搁一届执行发射的任务，上紧明年就会当送旅客上太空。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逐英年拢有几落百万人去到沙烏地阿拉比亞參加伊斯蘭教雕像的典禮。今年因為武漢肺炎咧團規模縮小，政府敢若開放1萬人左右會當入境參加。德國這邊嘛有人研究出經過網絡雕像的軟體，雖然實在袂當代替親身去到現場的感動，不過嘛真受人注目。受疫情影響，今年未敢雕像實施嚴格社交距離，全部攏愛掛水煙。沙烏地阿拉伯加規模求到1萬人以內，所以今年伫咧大清真寺內面天房細的時陣人袂誠虧。往年攏有來自全世界上百萬的穆斯林到現場，因認為伫咧雕拜過程會讓得到上瓦近神聖的感受。The place which harbors the Kaaba, the first house which was built for mankind, the place toward which Muslims, wherever they are, face their prayers. 德國一間科技公司研發一種新的線上雕拜軟體，讓信徒佇咧線上雕拜。We don't want to alienate Muslims by doing a wrong Muslim prayer animation, so this suit helps tremendously with this. We have 4 male characters and 4 female characters. 科技公司伫咧10年前就這種想法，就是虛擬活動體驗穆斯林的生活、歷史加敬拜儀式。所以動畫情景看起來敢若是伫咧耍遊戲。伫咧研發的時陣，也無想到講會發生疫情。為了不引起爭議，也強調這只是代替性變通的方法。Products like Muslim 3D has gained more popularity because instead of traveling there, you can just
open your device and visit the place virtually. And I don't think it will be a substitute for going on an Islamic pilgrimage, because it's part of the ritual itself to be physically there, to wear the clothes, to visit the places that hav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for us. But it's definitely a tool to have this alternative to visit this place. 沙特阿拉伯目前是中东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考虑到伫咧往年未敢调成拢是人挤人，时间真长，若是无规范，可能会互疫情更加严重。规模救水也创历史上上少人参加的纪录。新冠病毒疫情造成全世界公卫危机，感染、死亡，大家拢伫咧发生，真多人需要宗教力量支持。线上吊牌虽然人无伫咧现场，掩护也是另类的实体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意大利的外海才有一个小岛，自从武汉肺炎发生到今，敢若有少数的外来病例，拢全无本土发生的病例。当有一个在因遐流行病学的教授就讲，开始要斟酌研究，到底这个岛拢无人会去染病，其中有啥物特别的缘故？伫咧意大利西北部托斯卡尼外海基里奥岛，当地徛家照几啊世纪进前所起的炮垒遗迹，一间接一间是起甲真远。岛民阁惯势伫咧巷仔来开讲，毋过新冠病毒的疫情发生到大，基里奥岛总共敢若5个确诊病例，而且全部拢是伫外口来的。Sono venute delle persone che erano positive, che si sono anche ammalate, credo 5 persone, però nessuno è stato contagiato. 到底是运气好，还是岛民基因好抵抗力较强，嘛引起大封锁期间拄好封调伫咧岛上的米兰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穆提的后现，对岛上723个居民来进行血液的检测。The first hypothesis was that there was not enough viruses coming to the island, so the people were exposed to a small number of virus, low viral load. The second one was that the virus had the subtype of virus didn't have enough power to diffuse in the environment. The third hypothesis was that there was a potential cross-immunity activity here, so the people was protected against the infection. The last hypothesis was that the population here, partially segregated for many years, develop receptors for the viral spike less active. 穆提教授研究还佫一段时间，才会当有全面性的解答。毋过对岛上的居民来讲，因感觉到应该是对健康有利、无受污染的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北边非洲的突尼西亚一国，有一个27岁的男性是跳八刀皮舞的艺术家。毋过，伫咧保守的非洲社会，这款男性咧跳八刀皮舞的表演，嘛引起真侪人反感。这个舞蹈家毋能和亲人冤家，搁要接到真侪人威胁，讲要甲抬。总是伊讲家己会为着热情坚持，继续跳落去。我目镜问过挂破链底帽啊，阿贝德准备上台。得到音乐伫咧台顶游，阿贝德是北非国家突尼西亚正罕见表演多才舞的男性。伊想要用专业的舞蹈打破阿拉伯保守社会性别观念。كيما بابا كيما علاقة الزيت والماء ما يتفهموش كيما واحد فوقي ولا الاخر لوط ولا العكس ما تفهموش. جا عندي برسك عام ما حكيناش مع بعضنا خاطر يشوفني يجي اسم العائلة الكبير طيحته في الماء. 27岁阿贝德自细汉就爱跳舞，大汉了，因为伊是男性，这项兴趣被剥夺。入去伊的房间，就知影伊偌爱水，壁顶有搭真侪甲时装有关系的报纸杂志。阿贝德伫咧大学时阵主修产品设计，尾也是决定要跳多才舞做职业。为了伊的梦想甲做来人关系无好，有人寄互伊穿的相片，威胁伊的性命。حدك مشيت نشكي قال لي ما انا رئيس المركز قال لي ايش تحبي نعمل لك بعدين تخدم في شطحه متاع نساء. 2012年阿拉伯结束了，突尼西亚掌权超过20年的独裁者班阿里落台，民主路行甲摇摇摆摆，面临高失业率、经济无好，也个连续恐怖攻击的挑战。突尼西亚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国家。但是世俗的观念甲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的界线也搁伫咧。不过阿贝德正乐观来讲，伊也有受到真侪粉丝的支持甲鼓励。既然经这条路啊，就要坚定的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中央气象局表示讲，轻度的风台还具备强度增强，暴风圈留后更加分阔。但风台已经入来到东北部甲北部的海面。早起11点，气象局也已经针对台湾16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7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马澎湖29度到34度。感谢继续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今仔日我要来讲一项我感觉是近代上厉害的发明，咱大家的生活拢会用到的技术，就是网络。网络汉字写作网络，罗马字写作无红网，罗乌路。网甲路拢是第7条。网络是20世纪尾人类透过电子、无线、光纤这个技术，互资讯流通、分享的科技，亲像一领通光的网仔，伫顶面，咱会当去所有咱想要去的所在，路草真通透。要入去网络的世界，咱就要先上网。我细汉的时阵，要上网主要拢是用电脑，佮爱先敲电话，听到咧连线的声音，逐摆拢等到你要困去，才会使开始上网。那手机啊是上网上界利便的家私，已经真做是现代人袂当欠缺的物件。像咱会用手机啊上网耍 game。小战，有时阵一算就掉伫遐几啊点钟。哦，谢谢。啊无就是去真济网站溜溜看看咧，像咧世界共款，要买啥物拢真利便。我看一下吼，啊你看这旧大。买衫有人直播穿互你看，买食的嘛有真济通拣。咱伫网络时代大汉，嘛会伫网络顶面交朋友。不过，要甲网络顶面熟悉的朋友见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网络上利便嘛有一寡歹，像讲变身啊会利用伊来甲人骗钱，因为伫网络顶悬会使用假名，叫人会偷摕别人的相片，甲人拐钱骗感情，真可恶。手机啊上网这么利便，即使大个人身躯不时甲炸掉掉，连咧行路、驱便所、
坐车、行路、去便所、食物件，甚至困袂去的时阵，嘛咧回手机啊。今朝建议大家，还是爱专心生活，较快活啦。溜、网络、光纤、通光、上网、手机啊、网站，咱大讲一句伫网络顶面，嘛会使收看哦。紧分享互亲戚朋友，上网学台语。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